你有冇發現啊？逢係你中意嘅人呢，好似都有一啲啲相似。忽冷忽熱啦，難以捉摸啦，有時好靠近，但有時又突然間抽離。你會好投入、好在意、好想捉緊佢，但同時你都好攰。好多人都會以為呢個就叫做愛，有感覺啦，好深刻啦，但好拉扯。但其實有時候呢種好有感覺，唔係因為對方適合你，而係因為好熟悉。如果你成長過程入邊愛係忽遠忽近，係需要用努力先可以換到，亦都帶住不確定嘅話，你嘅身體就會記住呢一種模式。久而久之，你嘅系統就會將呢一種感覺誤認為愛，但其實係不安。所以當一段關係令到你好緊張、好想捉住佢、好驚失去嘅時候，你反而就會覺得我好在乎佢㗎喎，我真係好愛佢。但其實你只係翻去一種好熟悉嘅狀態，你唔係選擇緊一個人，你只係重複緊一種感覺。呢個係一個好深嘅心理盲區。你以為你喺度愛啦，但其實你只係重複曾經嘅傷。因為熟悉嘅事物，就算幾唔舒服都好，都會令到人有一種好似啱嘅感覺。但真正健康嘅愛好多時唔係咁刺激㗎，反而有一點嘅陌生，因為佢係穩定嘅，係清澈嘅，唔需要你一直猜測。如果你發現自己總係被同一種人吸引，你可以試住問自己一句：我真係愛過一個人啦，定係我只係追逐緊一種熟悉感？如果呢條片好似講中咗你嘅話，不妨下邊留言一個中指。